做警察当然，你体力好，唔种急歹人局会对。好，我嘛体能好，咱来去，看倒一项开始。第一项哦，压脚链。好，牙石链我会晓。啊，金蕉你会使无啦？使啦，放心啦。一，一、再来两，两，来三，四，最后一个来。最后一个。五 ，OK， 看我讲嘞。等下。啊，哦，你做一组尔，啊，搁第二组的啦，嘿啊，啦。搁第二组。 Michael 哥，先做第二项啦。好，吊单杠。哇，哇，太厉害了！你那少年人嘞呢？金蕉，你敢有法度啊？哦，这语海课我上袂晓。啊，我嘛无法度呢，啊，无咱来走好无啊。咱来走。好啦，等下啦，记者，试看卖啊啦，我对你有信心啦。这我真袂晓啦。 OK 啦，我甲你指导一下。来，真的。金蕉，你较加油一点嘛好无？麦克哥哥讲，这是因基本训练头一项尔呢，后壁还有武术训练哦。会使，我会使。